5.5T 嘅 V8 絕唱 CS63 AMG， 幾多手唔好問，有冇事故咁肯定冇嘅咧，嗰第三方先擺得入嚟嘅。噴漆有啲嘅咧，sorry， 我真係冇咩香蕉賓嘅嗰啲情結咧。我覺得最好睇嘅 CS 就係呢一部，一定要係高配帶幾何多光速大燈嘅。咁啊63就唔使講嘢，配置爆炸嘅啦。17年上牌57000公里，客戶寄售車呢啲側翼位接痕有啲嘅啦，其他位置都仲好。以前貴嘅 Benz 咧，座椅嘅側邊一定有一排掣嘅，900幾個氣袋多種維度去夾緊你個身令呢一張凳變成捧凳嘅效果。WF 嘅古銅色鈴，好似係德國牌子啊，識貨嘅老友評論區同我科普下啦。咁喐咗排氣嘅，所以主要係個頭段個3元換咗個唔知幾多木嘅。咁而家着住機頭燈，其實就加個屏蔽器就 OK 嘅啦。寄售車就唔搞佢啦。噴漆係有嘅啦，出險記錄上咧就都係賠咗2次錢，一次4000，一次6000。咁側裙噴過漆，然後條後槓賠過個車衣錢。咁全車驗過係冇事故嘅。粉絲寄售車一般我就唔揸去試嘅，但係如果呢條片點夠1000讚，我廣服車主拍期試車視頻俾你哋睇。